今日會同大家講下伊美嘅局勢。目前嘅局勢非常反覆同埋充滿不確定性。根據最新消息，雖然伊朗外交部曾經宣布霍爾木茲海峽對所有商船完全開放，但隨後嘅局勢就喺短短幾個鐘又出現反覆咯。伊朗議長已經講咗話重新封鎖嘅威脅，由於美國未解除對伊朗港口嘅海軍封鎖，伊朗隨時會關閉海峽。儘管口頭宣布開放，但係週五晚有一批商船試圖通行，但係因為安全理由被要求離開。美國立場強硬，雖然美國政府話海峽開放，但係對伊朗嘅封鎖仍然係全面維持，直至達成協議。呢個對伊朗要求解除封鎖、換取開放存在嚴重嘅分歧。油價喺星期五因為海峽開放而出現11% 嘅原油跌幅，咁今次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反轉呢？而周六最新消息就封鎖威脅同埋船突然間掉頭嘅消息，令到周五晚樂觀嘅情緒被部分抵消。如果周末沒有咁明顯嘅和平進展，星期一開盤油價可能會反彈，而唔係不斷繼續下跌。而美股因為海峽嘅局勢不明朗，能源成本持續高企，咁對應通脹同埋貿易都係一啲利淡嘅消息。咁應該連鎖反應就會令到市場對星期一不確定性嘅擔憂，唔排除星期一開盤出現低開或者震盪。關鍵時間點喺4月21號，停火協議係非常脆弱，這意味住星期一市場係極度敏感嘅博弈日，市場正處於消息面嘅真空期。如果手上有交易倉位，密切留意周日晚上、周五清晨盤前跳空嘅情況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分享嘅消息，希望你來40塊跑跌嘅版面，同埋節目宗旨分享俾你哋朋友啦，拜拜。